8月23日3公投，也就是后礼拜六就要来举行啊。这民众党呢是来启动全国的催票，吴国昌亲身出来争取支持。针对这互人质疑伊改变立场，吴国昌是表示讲，伊主要是咧应应这国际的环保甲科技的趋势。也若这民间团体明仔载也会发起一个反对中客的游行，下晡对台大出发。 823展开核酸公投，剩最后8天，民进党开始全国大清扫。党主席吴国昌带党公职为新北市会前出发，骑上战车争取民众支持。民进党过去错误的能源政策，让台湾人民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蹉跎了，我们更不应该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把这一个重要的议题再次的 交给台湾人民来加以决定。互人质疑对核能立场改变，吴国昌表示，是因为目前台湾面临国际精灵碳排趋势，加 AI 产业发展需求，民团嘛会发起反对重开核三的游行，拜六下晡为台大出发。我今年20岁，所以我很关心这些可能活得比我还很久、更久的核废料，它最终到底要去到哪里？各位朋友，核电不是万灵丹，而我们能源转型的目标是减煤。 是增绿，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电力需求，就把这些风险推给未来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下一代。进前伫公投意见发表会，请吴国昌的20岁少女黄阿欣，搁再呼吁民众投无同意，认为核三烟业问题袂使干那透过一张公投决定。大家很理性来把自己的想法来讲出来，那让社会大众来看看哪一方他的想法来值得 继续来做讨论。15暗下发表会主场会由屏东出来的民进党委曾瑞雄担任反方，正方代表是新兼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副召集人的核协董事长董子贤，所以真受各界关心。记者采访报道。